大家好，係我 Karen 喬雲羅啊，歡迎你翻到嚟我 channel。今日嚟到呢一個葵涌區，就係因為要同大家去一個而家最潮最興嘅地方，啱啱開嘅葵涌公園啦。我而家身後邊呢就係個運動場，我嘅左手邊就係新都會。咁慢慢再話俾大家聽點樣去呢個最新開放神秘又新潮嘅地方，咁即行啦！葵涌公園嘅前身係醉酒灣堆填區，喺1979年嘅時候關閉咗之後改建為公園。但係當年喺啟用之前就發現堆填嘅垃圾因為自然腐化而釋放沼氣，一直就被圍封閒置，直至到今個月嘅17號。作為一個葵青區嘅居民，成日搭車都經過呢個位置，望住個公園又冇得入，真係覺得佢好神秘。佢一開幕我就衝咗去啦。有關前往嘅方法，我係搭巴士去嘅，可以喺葵涌運動場嘅巴士站或者新都會廣場巴士站落車，遠遠會望到一堆工廈嘅，好明顯有一條天橋穿過馬路，我哋就要去呢條天橋啦。但係要注意一下，並唔係葵涌廣場方向嘅天橋，係相反方向。好耐冇試過影片，唔係同大家去郊外啦。如果第一次睇我影片嘅朋友，我係 Karen 喬雲羅啊。我通常咧係拍開一啲戶外影片嘅，郊遊啊、行山啊、落海啊咁。雖然呢個公園都算係戶外嘅，咁所以今日就即刻去直擊追訪呢個我區嘅城市啊！超繁忙嘅交匯處啦，我哋而家經過，即係第一次呢個角度去望啊！喂，而家真係大鄉里出城喎！我平時咧去開啲鄉下啊、啲山啊、海啊、耕田嗰啲啊，你見到啲咁多車咧，即係要打卡咯！而家呢條就係荃灣路啦，應該大家都唔陌生啦。其中一個塞車黑點，九龍去荃灣或者再上埋屯門公路，都一定會經呢度噶啦。由巴士站行到去呢個落天橋嘅位置，大概5分鐘左右，其實已經喺葵涌公園附近嘅範圍啦。沿住呢條斜路行上去，見到一大片草地，不過呢度係未開放噶。落咗天橋之後，指示非常之清晰，只要跟住就 OK 啦。行過呢個位置，抬頭仲可以見到機場快線經過，跟住就入公園啦。唔知點解嚟公園都有種探秘嘅感覺。而家一齊來開箱呢個神秘的葵涌公園，好似話會睇到海。呢度就係葵涌公園啟用嘅第一期啦，係一個寵物友善嘅公園。除咗頭先搭巴士嘅方法，你亦都可以選擇坐404M 由葵芳站去到葵喜街。不過我就唔係太建議呢個方法，因為落車嘅位置灰塵好大，而且好嘈。俾我去多次呢，我都會揀步行去嘅。呢度有個停車場，不過得15個車位咋。網上睇到有人話旁邊有個大笪地停車場，咁揸車嘅朋友自己上網睇一睇啦。係野餐覺得最開心嘅草地，同埋呢，我望到青衣啦，我的家在那邊。哎呀，佢嚟我度啊！哎呀，佢走啦。叫安安啊，佢第一次嚟嗰個公園，好似我咁啊，好靚仔啊你。有呢個好似冬菇亭嘅物體，佢係用繩咧去編織嘅喎。如果落雨嘅時候，啲繩係並不能拯救你嘅。咁就藝術同埋遮雨之間就必須要揀一個啦。呢度係揀咗藝術嘅。大鄉里出成支廁所都要影，呢啲竹好靚，所以要影下。係啊，嗱，伯伯都話係藝術啊呢啲。好歡樂我呢度，因為好多狗狗啊，我啲冇養狗咧，又想玩人哋啲狗嗰啲咧，嚟呢度咧就可以黐人哋啲狗喺度摸下咁樣。貨櫃喺度可以打下卡啦，同埋咧兩邊都寫咗啲資訊。而家嚟了解下呢個歷史先。雖然葵青區咧都屬於一個比較年輕嘅一個區啦，係1985年先有嘅。因為葵青區咧，我記得係喺荃灣區我拆出嚟嘅，以前就冇葵青區。後尾就因為個人口越嚟越多啦，咁就分拆咗個葵青區出嚟。但係就話我呢一度嘅歷史咧，其實可以追溯去到清朝喎。你係咪住依區㗎？對面啊，所以你嚟睇下係嘛？出世嘅人喺度倒垃圾。哦，以前你喺呢度翻工？唔係喺度倒垃圾啫。倒垃圾啫。倒垃圾。喺度倒啫。哦，車過嚟倒。哦，點解喺屋企唔倒得嘅？要特登嚟呢度。唔係啲貨車嚟。哦，即係大型嗰啲垃圾。啲垃圾賣唔晒啲木缸咁喺度倒咯。哦，大家睇下呢個貨櫃咧，除咗可以喺呢度睇下有啲歷史咧，其實依邊影過去就可以影到成個草地做貨櫃嘅背景。都幾靚喎！遇見觀眾啦，我哋都第一次嚟。係，我唔知要講咩，我唔識訪問人啊。而家係海邊嗰度啊，有千秋啊呢度，開心啊！
望住就係我的家，介紹翻呢度總共有六個千秋嘅，咁然之後每張凳都幾闊啊，跟住隔離咧仲有架 lift， 好似架纜車咁嘅款嘅 lift， 一陣間去影佢。旁邊咧就有條垂滑梯，都幾高速啊！我而家要 try 去啊！頭先有個哥哥仔咧玩咧都話好刺激啊！異常地開心，唔知點解呢件事。免費坐纜車啊！你點稱呼啊？花星塵陳生興奮嗎？好，幾開心啊！好玩咯！第一日開，第二日開張。架 lift 搭到最底就係葵涌公園嘅另一個入口，有一個工業風嘅字體。咁呢一條街就係我啱啱話 404M 小巴去到嘅好嘈嘅嗰條街啊！呢條路係有啲浪嘅。架 lift 就帶我嚟到呢個頂樓啦，隆重介紹翻福地青衣。跟住一定要試嘅，當然呢一條5米高嘅垂滑梯真係有速度噶。我而家要上落去啦，嚟啊！頭先佢哋話好刺激嘅，而家要踩佢先。有啲驚喎，有少少驚。我而家要 encore， 係真係比想象中快速勁興奮。好難影到靚喎，影到雙下巴嗰一定。呢度仲有2個狗隻活動區，閂埋個閘門之後，毛孩就可以自由咁跑嚟跑去，唔使擔心佢哋啦。有分大型同小型喎，大嘅就要嚟呢個咯，頭先嗰係小嘅。總括嚟講，雖然而家開放嘅範圍未算好大，但係都有好幾個打卡位，亦有一條大人都覺得好玩嘅垂滑梯，值得嚟睇一睇。逗留時間1個鐘內應該都 OK 啦。中意呢類型嘅影片，不妨訂閱一下我個頻道啊，開埋個鈴鐺仔，下次有新片就唔會錯過啦。讚好呢段影片，留言話俾我聽，有冇打算去呢個公園呢？分享呢段影片俾你個朋友一齊去啦。我係中意上山落海旅行嘅 Karen 騎雲樂，多謝你睇到嚟呢度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咯。